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。中意呢個聲音導航嘅，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。因為如果冇你嘅訂閱，我係冇動力會繼續做得更好嘅。咁先多謝各位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荔景係一個既陌生又熟悉嘅地方，好多人去親呢個地方都係特登係為咗轉車嘅，因為佢有個轉車站就係去到瑪嘉烈醫院。除此之外就係一啲公屋同一啲居屋嘅樓宇。而今日講嘅故事正正就係發生喺公屋呢一個地方。荔景嘅公共屋邨十分特別，因為好多都係依山而建嘅，有啲甚至乎可以遠望葵涌貨櫃碼頭，甚至乎西九龍海旁一帶，可以講話係景色宜人。唔止咁樣啊，有啲仲可以望到維港嘅煙花。而今集嘅主角就係發生喺小丁嘅身上，而佢就讀嘅係附近嘅一間小學，佢每一日放學都要自己行路翻屋企。由於小丁嘅父母都要外出工作，咁所以好多時佢會煮定飯等阿小丁翻嚟食嘅。而佢哋一家人住嘅就係舊式嘅公屋，所以佢要行一條好長嘅走廊先會翻到屋企，亦即係話佢哋就係住喺最尾嗰一家。今日小丁如常放學翻